1980年10月初4，台湾野球明星王金治宣布退休，换担任日本野球特别技能队的助理教练。王金治伫咧球员生涯内底，拢总含868支红不让，到即嘛也无人比伊较厉害。生涯得分1967分，嘛是日本职业野球的纪录。1993年10月初4。华航飞龙机伫咧香港启德机场降落来时阵，受到风台大雨影响，机场的跑道严重积水，互飞龙机冲出去跑道外海，加载无发生爆炸。飞龙机顶的296个乘客无拢全部互救起来。过来2004年11月初4，由连战宋楚瑜提出第11任总统选举当选无效的诉状，高等法院判决，国亲2党败诉。总统陈水扁和副总统卢秀莲确定连任。2004年3月，总统选举两组候选人的得票率敢差2/1000，所以国亲2党提出当选无效诉状。不过高等法院经过7个多月审理，在11月初4判连战和宋楚瑜败诉。